歡迎翻到嚟轉台快 YouTube Channel。今集我哋會同大家比較 5G 家居寬頻同埋光纖入屋寬頻嘅最新優惠報價。咁如果近期需要轉台用光纖，又或者用 5G 寬頻，就千祈唔好錯過今集嘅分享啦。為屋企選擇上網寬頻嘅時候，相信唔少朋友就遇過一個難題，到底選擇光纖寬頻啦，定還是新興嘅 5G 家居寬頻呢？咁依家就同大家去介紹到底兩者之間有啲乜嘢分別啦。光纖寬頻同 5G 寬頻最大嘅分別就係引入網絡嘅方式。光纖寬頻屬於固網寬頻，咁所以就需要拉線入屋啦。咁但係部分單位啦就可能有拉線嘅障礙，又或者你嘅地址係未有光纖嘅覆蓋，就例如村屋啊，或者比較偏遠啲嘅地方。咁所以 5G 寬頻就正好解決呢一個問題啦。就因為 5G 寬頻就用翻 5G 嘅無線網絡，咁就無需拉線嘅，只係身處地方有 5G 信號就能夠上到網。雖然 5G 寬頻無需拉線，勝在夠方便，但係相比起傳統嘅光纖寬頻都存在住兩大缺點嘅。第一就速度相比光纖寬頻就係冇咁快，而第二就速度嘅穩定性就相對冇咁穩定，咁需要取決於實際嘅網絡狀態嘅，咁有可能出現早午晚有3個唔同嘅速度表現啦。接住嚟，我轉台快會為大家分享光纖寬頻同 5G 家居寬頻嘅最新優惠報價。咁但開始之前都要講明先啦，今集所有資訊都係只供參考，詳情以翻轉台快同網絡商最新優惠報價為準。先由光纖寬頻月費計劃開始。選擇家居光纖寬頻服務嘅時候，你會見到有唔同嘅廣告，網上有形形色色嘅資料。咁到底點樣做好呢？咁依家我就幫大家梳理出4個步驟。第一步，聯絡唔同網絡商嘅銷售員，獲取最新優惠報價。咁去推介使用轉台快 5G Plan HK， 入面就集合咗唔同電信商嘅銷售員噶啦。第二步，由銷售員幫你檢查你所居住大廈嘅光纖覆蓋同埋網速選擇。確認你居所光纖覆蓋之後，銷售員就會提供唔同服務計劃嘅最新報價。咁個報價就視乎翻你嘅地址、網速同埋合約期等因素而定嘅。咁最尾就記得問清楚安裝費同埋搬遷費嘅安排啦。每間網絡商都會提供唔同服務計劃，任君選擇。咁喺揀選計劃嘅時候有3個必須考慮嘅因素。第一個就係你網絡嘅速度啦。咁目前主流就1000 Mbps， 咁一般家居使用都幾夠用噶啦。咁又或者需要高速嘅朋友就會考慮翻2條1000 Mbps 嘅光纖線啦，又或者直升去到2500 Mbps 嘅寬頻。而第二個因素就合約期啦。咁一般就分做24個月同埋36個月兩種嘅。咁最後就係考慮翻唔需要加購其他嘅附加服務，就例如電話線啊、租用路由器啊，又或者娛樂平台等等啦。講解完光纖寬頻服務嘅上台流程同考慮因素之後，咁依家就開始同大家報價啦。第一間報價嘅網絡商就係網上行 Navigator。目前 Navigator 最基本嘅光纖計劃提供1000 Mbps 上網速度，公屋居屋用戶每月收費108蚊，而私樓用戶每月收費118蚊。咁呢個計劃可以豁免安裝費，另外都可以免一次搬遷費嘅。咁除此之外，都會送翻 Now TV 組合，而信用卡轉賬用戶仲可以送翻2000分積分嘅。如果大家嫌1000 Mbps 唔夠用嘅話，咁都可以考慮加錢升級更快嘅網速。第一個選項就係2條1000 Mbps 嘅光纖線，每月額外收費18蚊，而小學生、中學生同埋大學生可以免費升級。而第二個加速選項就可以一升去到2500 Mbps， 公屋用戶每個月加58蚊，而私樓用戶每個月加78蚊。至於增值服務，每個月額外加20蚊就可以租用 Linksys 嘅 WiFi 6路由器，同時升級2條1000 Mbps 光纖線，每個月加8蚊就可以租用 Linksys 嘅 WiFi 5路由器。咁最尾每個月加10蚊就可以升級固網電話服務。最後 Navigator 為65歲或以上嘅長者提供優惠月費，等老人家都可以享用高速上網嘅。咁公屋居屋用戶只需88蚊，而私樓用戶就去到108蚊啦。咁除此之外，仲會送埋免費嘅固網電話服務。第二間報價嘅電信商香港寬頻 HKBN。
目前香港寬頻1000Mbps 光纖寬頻服務，公屋居屋用戶每個月費98蚊，而指定私樓用戶每個月109蚊，需要簽署翻24個月合約。對公屋居屋用戶，仲有多一個129蚊嘅月費計劃，一樣提供1000Mbps 嘅上網速度，有3項福利可以選其一嘅。第一個 Disney Plus 嘅標準版12個月，第二就愛奇藝24個月，第三就附送家居電話，再送埋 WiFi 6嘅路由器。除此之外，仲可以豁免埋價值680蚊嘅安裝費。如果肯簽署36個月合約，仲可以用更加平嘅價錢拎到免費 WiFi 6路由器，最平只需每個月98蚊，又或者俾多10蚊雞，仲可以多埋家居電話服務。至於私樓用戶，1000Mbps計劃月費由142蚊去到157蚊，視乎翻你所選取嘅福利而定啦。有免費嘅 WiFi 6路由器、家居電話，又或者多一條1000Mbps光纖線選擇。咁另外呢3個 plan 都可以豁免翻680蚊嘅安裝費。假如你所居住大廈屬於香港寬頻嘅指定私樓名單，就可以用更加平嘅價錢享用到1000Mbps服務，每月收費129蚊啦，仲有4項福利俾你選擇嘅。香港寬頻另一個特色，以 M-Mobile 品牌推出流動通訊服務，咁只需一個價錢啦，就有齊晒寬頻再加手機上網服務。咁左手邊159蚊啦，就可以拎埋 4G 42Mbps 限速10GB 嘅電話 SIM 卡，而右手邊179蚊就可以升級到 5G 20GB 啦。最後，香港寬頻唔單止提供1000Mbps嘅光纖上網服務，另外都有提供 2.5GB 啦、5GB 同埋10GB 嘅超高速寬頻，月費只需149蚊起。咁詳情就麻煩向銷售員查詢。第3間報價網絡商 HGC 橫店寬頻。HGC 嘅公屋居屋光纖寬頻服務最平只需70蚊起，咁最平70蚊月費就包含咗100Mbps 上網速度，仲會免費送埋路由器，咁而俾多9蚊就可以升級到500Mbps 嘅光纖寬頻，1000Mbps 寬頻收費89蚊，2000Mbps 寬頻收費119蚊啦。咁另外大家都可以考慮俾多10蚊升級租用WiFi 6路由器，又或者俾多10蚊可以用埋家居電話服務。咁除此之外啦，咁呢度所有嘅光纖寬頻都可以免除安裝費同埋搬遷費。私樓用戶收費同樣實惠，1000Mbps光纖寬頻100蚊有效，只需99蚊，而升級去到2000Mbps寬頻都只不過係129蚊。咁另外大家就需要俾翻180蚊嘅安裝費，但係就免除搬遷費啦。介紹完網上行香港寬頻 HGC 家居光纖寬頻嘅最新優惠收費啦，咁最尾就幫大家準備咗個表，就方便你哋一次過去比較啦。轉台快 5G Plus HK 係一個全方位電訊報價平台，提供各大電訊商嘅最新優惠報價，包括咗 5G 月費、4G 月費、上台出機、家居光纖寬頻、仲有家居 5G 寬頻同埋收費電視服務。網址係 www.5gplanhk.com。依家開始 5G 家居寬頻最新優惠報價。使用 5G 家居寬頻最重要揀啱一個喺你屋企收得好、連得快嘅電訊商啦。咁除此之外，都有5個好重要嘅考慮因素值得注意。第一，你需要一個 5G CP 器材，又叫做 5G 路由器，你可以選擇自備啦、租機又或者買機。第二個因素，服務合約期有長有短，有電訊商甚至可以做到6個月合約，但係通常合約期越長啦，收費就越實惠嘅。第三，當你選擇向電訊商租用 5G 路由器之後，你就要決定你想租用 WiFi 6定還是 WiFi 7嘅 5G CPE， 後者啦就適合你入手咗支援 WiFi 7無線網絡器材啦。第4個注視項，一般服務計劃都會規定咗一個特定嘅公平使用量，過咗用量之後呢，就會實施平時所講嘅 FUP 政策，咁你嘅上網優先次序就會被下調，咁當遇上網絡擠塞嘅時候呢，你嘅上網速度就會受到影響。咁最尾一個因素啦，就係一般嘅電訊商都會提供翻免費試用期嘅，咁咪留心翻當中嘅條款啦，同埋試用期嘅日數啦。正式開始 5G 家居寬頻嘅報價環節，第一間報價嘅電訊商係 CSL。
先介紹36個月合約嘅月費選擇，一共4款月費，由108蚊去到258蚊，大家就可以根據2個因素去選擇翻你合適嘅月費計劃。第一就數據用量啦，左手邊就250G 之後執行公平使用政策，而右手邊就500G 之後執行公平使用政策噶。咁另外就根據翻你需要租用 WiFi 6啦，定還是 WiFi 7嘅 5G CPE 器材。咁假如需要 WiFi 7嘅話，就會比WiFi 6貴咗30蚊一個月啦。除此之外，228蚊同埋258蚊呢兩款比較貴嘅月費呢，仲會送埋每晚12點鐘去到第二日5點59分嘅無限數據用量。如果閣下唔想簽署咁長合約，就可以考慮每個月俾多90蚊簽署24個月合約啦，分別有198蚊同埋228蚊兩款月費計劃。下一間報價嘅電信商有 SmarTone 數碼通。SmarTone 最平嘅 5G 家居寬頻計劃只需98蚊月費，但係要留心翻，呢個月費計劃係唔會包含任何 5G 器材，係需要用戶自備 5G 路由器嘅。咁嘅服務計劃呢，就需要簽署翻30個月合約。對於自備 5G CP 器材，SmarTone 就設定咗嚴格規定啦，就必須使用翻 SmarTone 指定嘅 CP 型號。咁左手邊就同大家列出咗最新嘅版本。如果想同電信商租用 5G CP 器材，就可以考慮翻 SmarTone 嘅租機計劃，一共8款選擇，分別有4個 WiFi 6計劃，再加4個 WiFi 7計劃。為咗方便大家去睇啦，咁上面紅色就係 WiFi 6嘅計劃，而下面藍色就代表 WiFi 7嘅計劃。咁大家叫最平嘅租機 plan 就只需128蚊啦，就需要簽署翻36個月嘅合約。咁而講 WiFi 7啦，最平就199蚊，一樣都要簽署翻36個月合約。另外，麻煩大家留意翻 WiFi 7服務計劃，除咗會提供最新嘅 WiFi 7 CPE 器材啦，另外佢嘅公平使用量仲會由原本200G 提升到350G，換言之啦，就俾多少少錢就可以拎到150G 嘅全速用量。第三間報價嘅電信商就係 3HK。3HK 同樣提供 WiFi 6同 WiFi 7兩種服務計劃，當中有啲計劃仲可以免費送埋 5G 路由器，可以話係幾吸引噶。先同大家睇 WiFi 6服務計劃，一共提供3款月費選擇，分別108蚊、134蚊同埋148蚊啦。咁當簽署48個月合約，就會免費贈送 5G CPE 器材。當中134蚊同148蚊兩款月費可以選擇更加短嘅30個月合約期，但係你個路由器就由免費贈送啦，變成免費租用啦。至於數據用量，108蚊月費就提供300G 全速用量，之後執行 FUP 無限上網；而134蚊月費呢，就提供500G 全速用量，之後 FUP 無限上網；而最後148蚊就能夠做到全程不限速，係冇 FUP 政策嘅。最後分享埋 3HK 嘅 WiFi 7計劃，每月收費208蚊，簽署48個月合約就會送翻6萬分以上前積分啦。咁簽署30個月合約就會送5萬分積分。順帶提 3HK 同時為 5G 家居寬頻客戶提供優惠價追加手機 SIM 卡 5G 服務計劃，每月收費78蚊，就包含咗20G 嘅數據用量；而 4.5G 計劃就每月收費33蚊，提供10G 嘅 4G 全速用量。講完晒今集嘅 5G 家居寬頻最新優惠報價，唔知道你睇啱邊一款呢？最後我哋轉台快就幫大家準備咗收費比較表，就方便大家一次過去比較，一次過去參考啦。